楼平常只有朱龙宪一个人住，打点一切。弄一弄呢，到现在12年多了哈，可是呢，我觉得还没有把它盖好。自己盖的房子下雨了，木屋里也落着雨滴。今天声响被串流的乐音盖过。练团日才这么热闹，再次出现朱龙宪变了装扮，他是乐团团长。除了这部钢琴我是分期付款来的哈，其他的这些用具几乎都是朋友捐的，捐给垃圾堆，然后我们再去垃圾堆借回来的啦。朱龙宪说，最初只是暂时歇脚处，后来想让乐团有个可以大声歌唱、大声演奏的地方。浪客楼从无到有，和应景乐团18年前唱摇滚、披荆斩棘开创客家音乐路一样，都是坚持的过程。慢慢加入新生代，风格更加多元。西湖之美啊等等，就一再再的把我们的油桐花，把我们的柚香都把它带进去嘛。山林里的音乐唱出生活和文化，在珍惜的土地上持续展现丰沛的创作能量。朱龙宪特别盖了一大片平台，多年心底盼望有朝一日会有音乐之音来看他们的演唱会。亚比一合适度假，逢阳接接来了啊！这里很适合度假，欢迎常来玩。逢阳接接来了，对音乐的梦想，对家园的梦想结合在一起。山林间的音乐工厂继续传唱着真实的生活故事。亚比一合适度假，逢阳接接来了。亚比一合适度假，逢阳接接来了。